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伫礼拜开始之前，咱先用敬虔的心来准备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伫过去一礼拜中间保守看顾阮，互阮充满了平安。当阮用感谢的心，去一遍来到你的圣殿，透过今日的礼拜，要去一遍来甲你有亲密的交陪。求主亲自教阮三甲肢体，保守看顾阮。是阮的主，今仔日是中秋主日，接续到是受难周。恳求主你帮助阮，利用这个礼拜、这个节期，好好来思考阮甲你中间的关系，帮助阮去思考主耶稣基督怎样为着完整罪人来行上十字架顶受刑罚，为着要赦免阮所有的罪过。求主互阮有悔改的心，承认阮真正得罪你。求主帮助阮，会当用敬虔的心来悔改认罪，而且也思考安怎回应主你遮尔大的恩典。是阮的主啊，恳求你保守看顾。阮也特别恳求主，你看顾今早起的礼拜，互阮所有参与服侍，无论是乐团、圣乐队、诗会、诗琴、团工信息，或者是做任何的服侍的同工，拢得到圣神的带领甲充满，互阮所做的工会当满足你的心意，得到你的欢喜。我也特别要将阮的教会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看顾。教会所推动的事工，所设立的机构，拢会当真做你的器具，来带予更侪人祝福。是阮的主啊！我也特别将台湾，阮的国家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看顾带领。特别恳求主你兴起台湾正教会，阮伫无共款的所在区域，拢宣讲救人的福音，互较侪同胞会当明白你、信靠你。亲爱的主，阮也看见着即世间犹原充满着真侪战乱纷争，求主怜悯看顾，赐着真实的和平互阮。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
阮的主，阮的上帝，你应该得到荣耀、尊贵甲权能，因为你创造万物，对你的旨意，万物受造成存。请三甲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第75首，圣诗第75首，天父上帝至大仁爱，吟全首，请起立做伙来吟。做伙来祈祷，受世间人感谢而乐的阿爸爸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是早伫地、现今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的大人君，也是阮所敬畏的天顶的老爸，因为你的听。你有竞选了阮，正做你蒙恩的儿女，每日伫你温暖的十个的下面过生活。无论阮伫倒落做甚物，你拢感觉伫咧，因为你是伊妈瑞丽的上帝。今仔日是中秋主日，伫早前的今仔日，你有骑驴仔入耶路撒冷城。同城的百姓拢欢喜来迎接你，但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却来怨妒你，设计要来陷害你。你深知这是爸的旨意，你要求讨将这个杯来移走，但是你犹原顺服伫爸的旨意的下面来行这个事。这是阮应该学习的。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主，你成做世间人的救赎，用主你的宝血来洗清阮的罪。要伫进入受难周的时候，阮愿意放落家己，互主来带领。我要搁一摆恳求主，定定甲主有搁亲密的接触，来体验受难甲搁活的真实。听阮的阿爸爸上帝，求你保守台湾这个岛屿，互伊成做一个行公义、爱和平的国家。互真侪毋捌听到主的福音的人，因为阮的缘故得到福音。这时也要为阮中间心灵不安的人来代祷，求主来医治因，互因的身体早日恢复健康。亲人死失的，求你安慰；心情软弱的，求主坚固伊，享受信心甲望。领受主的恩赐，成做主合用的器具，来利益人，荣耀上帝。也要为着今早起正道的蔡主任牧师来祈祷，愿圣神甲伊三甲之地，互讲的甲听的平平拢得到帮助。安尼祈祷无够额，只是要用主教咱的祈祷文，安尼祈祷讲。这时要请做伙来交托启示文，启示文第17篇，启示文第17篇，请掀开圣诗的后面第25页，我来刻，恁大家来印。启示文17篇就是诗篇84篇，万军的耶和华。我的心神乱无耶和华的殿年到昏去。万军的耶和华，我的王，我的上帝啊！婴仔为着家己找到有囝的收。徛起伫你的厝的，这个人有福气。伊的力在伫你。伊经过流目屎的山谷，要互伊变做水泉的所在。伊哪行？气力哪加天，万军的上帝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祈祷。做阮的盾牌的上帝啊，你着看。
伫你的第二大一日，较好1000日。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是顶牌。伊袂捌留一项好物。万军的耶和华。这时要请圣歌队来学乐，歌名是何塞那归地君王。感谢圣歌队用遮水的歌声来学乐上帝，愿一切荣耀拢归乎上帝。咱要来三角领受上帝的话，今仔日经在记载伫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3章5到17节，哥罗西书第3章5到17节。请掀开台语汉罗本新约部分第439页，或是现代中文译本新约部分第311页。哥罗西书第3章第5节，所以要消灭恁遐个俗世的欲望，就是淫乱、污秽、邪情、邪欲、甲贪婪。贪婪是拜偶像，因为这个事上帝受气，要临到悖逆的人。恁以前趁这个欲望得生活时，言行举止嘛受因支配。毋过现在恁着气杀、受气、歹性地、怨恨、诽谤、加讲垃圾话等等。第9节。毋通互相欺骗，
因为恁已经有将旧的人甲习惯烫起来，将新的人穿落去。这个新的人，创造主照家己的形象，继续地甲伊更新，互恁通真正捌伊。安尼，无搁分别希腊人也是犹太人，受割礼的也是无受割礼，未开化、野蛮、奴隶也是自由人。毋过，基督是一切，也伫一切的内面。你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是伊所疼的，所以着用怜悯、慈爱、谦卑、温柔、甲耐心做衫穿落去。13节，恁中间若有纠纷，着互相宽容，彼此赦免，亲像主有赦免恁，恁嘛着安尼相赦免。这个以外，着搁加贴疼心，因为疼会互一切连结完全和合。着互基督所赐甲着互基督所赐的和平支配恁的心，为着要互恁有这个和平。恁受建调成做一体，恁阁着时常感谢，着互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点伫恁内面，着用逐款的智慧互相教示，彼此劝勉。唱诗篇、圣诗、灵歌，对心底感谢俄罗上帝。第17节，恁无论做啥物。讲话也是做代志，拢着奉主耶稣的名来做，通过伊来感谢上帝。以上是上帝的话，愿上帝祝福听到伊的话，佮照安尼去行的人。今早起，本堂的蔡主任牧师要甲咱分享的信息是教会第7信仰的学校第3讲。请咱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进入信仰的学校的第3讲。咱顶回伫第1讲的时阵，咱有讲到保罗提醒咱是罪恶的人。咱每个人伫本性顶面拢充满了真侪无好的欲望。私欲、贪婪，保罗考劝咱，一旦咱接受耶稣基督了后，咱就进入信仰的学校，爱将这旧的歹习惯来脱去，然后爱穿一个新的制服。咱伫第2讲的时阵，咱有摕到今年制服的第一个性质，就是怜悯。咱今日要继续来看第2个性质。要看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你的话来更新调整阮的生命。恳求主，你帮助阮会当克服阮人生中间的软弱，互阮会当哪进步，哪来哪亲像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今日要看咱的制服的第2个性质，就是温柔。咱拄则所读的经文是写慈爱。其实温柔这个字，这个字一般来讲，伊伫圣经中间出现真侪所在，真侪场合，也有无同款的翻译，因为伊是一个真丰富的字。但是伊的性质是非常美好，比如讲伊出现的所在，翻译有翻译做慈悲、仁慈、良善、甜蜜、慷慨大方等等，其中有真侪真特别的所在，用这个温柔这个字啦。譬如讲举2个例来讲，
第一个呢，就是路加福音书第5章39节，耶稣伊讲，要人伫啉旧的酒了后，佮想要啉新的酒，伊总是讲旧的酒较好。我本身是无啉酒啦吼，但是我嘛听过人讲，迄个陈年的酒较好啉吼。我嘛袂晓分别，但是咱知影酒是愈劝愈好，吼，愈劝愈好啉，吼。所以伊即个旧的酒好，即个好吼，就是用这文字即个字啦，表示伊是一个真甜蜜、真顺美的字，吼的意思。佮另外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吼，就是原来是耶稣讲的话。耶稣伫马太11章的第30节讲：“我的担是快，我的担是轻。”吼，那现代台语也本是翻译做，因为我的担是下用，吼下用啊，吼这个现代中文也本是翻译做容易，吼，这容易啊，伊讲下用，伊就是用文字这个字，吼，伊这什么意思呢？咱知担就是迄个牛，伊咧犁田的时阵所派的迄块茶嘛。咧做茶的即个木匠吼，那迄个技术真好诶，伊会照即个牛的形体来做即个担。即个形体吼是真适合，做了真好，真适合即只牛去派去担，就是真下用。这用文字这个字，这句话意思是讲，当咱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咱所承受的文字是真大真大，所以咱无迄个背当当的感觉。咱综合一句，就是讲文字其实是一个真美好的字，伊用伫形容一切美好的代志。特别保罗上爱用啥物话？将伊用点伫上帝本性，上帝本性。伫保罗批信中间，伊常用来指上帝对罪人迄种满有恩典的态度甲行动。意思就亲像咱拄则所读的经文相共，咱人原本就是伫迄个罪恶中间，照理来讲，应该爱受大的刑罚。但是因为上帝有文字，所以上帝不断用文字来款待咱罪人，用文字来赦免咱所犯的罪过，来引带咱进入迄个恩典中间。所以保罗伫这罗马书第2章第4节安尼讲，也是你藐视丰富的恩典的文字宽容甲恒久的忍耐，唔知影上帝的文字是带你悔改，意思讲，咱罪人上帝一直咧怜悯咱、忍耐咱，就是望用伊丰盛的文字要带咱回转伊的身边，互咱会当悔改。另外，咱来看保罗伫以弗所书第2章第7节安尼讲，要将伊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伊伫基督耶稣内底，用咱所需的文字显明后来的世代看。所以保罗就是咧说明讲，上帝安怎透过耶稣基督，将迄个丰盛的文字赏赐互咱正罪人。今仔日是中秋主日，也就是受难周的开始。当然，每一天咱拢爱做反省啦，但是咱上介好是利用这个节期，节期的中间，咱受难周，咱好好来反省深思。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为着正罪人行上十字架的道路？为什么伊要为着咱这罪恶惯满的人，用文字来宽赦咱？为着要洗清起咱的罪。特别咱伫过来即个拜祀，咱要伫遮大家做伙甲主同坐道，迄是一个真好反省的机会。那安怎
为什么咱会当遐尼好、遐尼幸运，接受遮尼大的恩典？好，既然上帝是有恩慈的本性，安尼，咱做上帝百姓，做上帝学生，做信用学校的学生的，咱正兄弟姊妹，咱也应该爱学习用恩慈来宽赦歹款待咱的人。这是一个真困难的功课，所以牧师有3个建议。第一项，就是咱爱用疼来恩待对歹款待咱的人。咱的生命中间头有时会出现一寡人，常常甲咱作对，有时会伤害咱，有时甚至是咱上较亲密的人，拢不断咧伤害咱。那照咱的血气来看吼，牧师来请教吼，恁敢会做想要消灭这个人？一般人拢嘛想讲，哇，伊安遐歹款待我吼，我嘛爱来报复啊，吼，莫讲来消灭啦，嘛上无嘛爱互伊知影有一寡教训，吼。咱看连续剧，特别是武侠片，拢嘛是安尼演的对无？吼，一个大歹人吼，将一家伙仔拢全部拢杀死，啊留一个囡仔，吼，啊囡仔叫一个歌手，叫一个师傅救去，吼，救去了来训练1-20当了，吼，啊伊变做一个武林歌手，开始转来报仇啊，吼，最后一幕就是伊把所有的歹人拢杀死，吼，啊拢啊对迄个吼日头要落的所在安尼行过去，吼。啊，咱拢看到伊的背影尔，咱无看伊头前。咱看伊头前，其实咧流目屎，为什么？我一生就是安尼啦，拢为着要报仇安尼。啊，即摆报仇了，毋知要创啥物货，无法度解伊心中的怨愤啊。而且咱知影，那照旧约的律法，就是以牙报牙，吼，以牙还牙啦，吼，以眼还眼，对无？吼，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意思安怎？我甲你发生冲突，你头我一支喙齿拍断，安尼你爱还我一支喙齿，吼，所以我就有哪来拍一拳，结果无说你拍2支喙齿落来。啊，你讲啊，我尔拍断你一支喙齿，啊，你拍我2支喙齿好，即声我要来报复转来，拍规支喙齿拢用拍了吼，我就交代阮囝讲，即家伙啊。以后若看到因，就是拍，吼报复。人讲咧一代报过一代，吼冤冤相报何时了？永远都报仇报袂了。意思讲，你若用迄个报仇的手段，无法度解决怨愤的问题啊。所以要消灭对敌，耶稣来教咱一个上较好的方法，就是用温柔对待伊。将伊对敌来改换变做朋友，安尼咱就无即个对敌。当然，这是一个真困难的代志，所以保罗嘛安尼来劝勉讲：兄弟啊，毋通为家己伸冤，宁可让步，听趁主的生气，因为经常安尼去，主讲伸冤在我，我得较报应。所以你的对敌若枵，就互伊食。那喙焦就互伊啉，因为你安尼行，就是将火炭放伫伊个头壳顶。哦，你若想看觅，你若想火炭放伫你个头壳顶，你会感觉安怎？毋是头毛烧伊啦吼，面会安尼红红吼，烧滚滚啦吼，就感觉歹势啦。意思是讲吼，若人歹款待你，你若好款待伊吼。伊家己会反省讲啊，安尼啊，我遐尼对待伊，遐尼歹对待伊，啊，伊佫遐尼好对待我，啊，我家己会歹势，我会反省。所以圣经安尼来教示，但是有一寡人讲，哎呀，牧师，即摆时代无共款啦，世界遐尼混乱吼，我好款待我的对敌有时吼，伊无一定有个人袂见笑呢，袂感觉歹势，吼。有时安那反倒转，若准伊对，那安尼要安怎？
咱毋通袂记段圣经有讲安那，主的报应，主的伸冤，意思是讲审判报应，这是上帝的代志，毋是咱的代志。咱的代志是爱赦免。等下我会来大家讲赦免的好处。所以亲像主要所基督嘛，安尼来讲，讲圣经中间，我们就是要求讲爱听你的朋友，万分你的对敌。但是主要所讲，恁爱听恁的对敌，而且为迫害恁的人祈祷，安尼恁才会当做天父的囝儿甲查某囝。我需要大家请问，恁敢是天父的囝儿甲查某囝？是吼，所以你着爱照安尼做哦，爱听你的对敌，爱为迫害你的祈祷。当然，这毋是简单的代志啊。我有一遍有一个经验，就是有一届阮小妹对美国转来，我甲牧师娘在我小妹甲我的妹婿对台南要去高雄的所在，我着开车，开到一个路口停落来，突然间边仔开一台车来，迄台车是进口高级的轿车迄个人可能是小可啉酒啦，拢一直了开我的车啦，伊毋是弄伊就是安尼踏咧，然后安尼一直向前安尼，就是咧摸我的车的迄个车门。我看已经靠着啊我着窗仔架落来，我来讲无咱过车路停路边，咱小可看一下，讲一下，看到有啥物损害来和解一下。伊就点头讲好，我就开过路口车顶的时候，我开过路口停伫路边伊嘛对我后壁，敢要停落来但是我停落来了，伊拢加速拢南边走去啊！哇，伊进口的轿车驶了足紧的，我对袂着，心肝足生气的。阮小妹婿赶紧把伊的车牌记起来因为迄足早以前，手机也无足方便，所以我就讲等下阮来找一个机会去报警我们这4个人足欢喜安尼出门要出去佚佗，结果安尼对着这代志大概心肝就安尼无啥欢喜，就拢点无讲话。结果差不多开10分钟看到头前发生车祸啦，多迄台去弄着一只沙石车弄伊个车头拢猫落去即个时阵我看即个场面阮车顶4个人，大家拢拍扑连我咧开车有人拍扑这介赞！我搁来车门架落来看一下叫安尼发生1分钟了，我开车开过，心肝感觉怪怪，阮规车拢掂落来，阮全部拢基督徒我搁做牧师，我是就讲，主要所答应讲，爱听咱的对敌，爱为着迫害咱的祈祷。别人发生车祸，我遐尼欢喜，所以迄个时候我心中点做一个替伊做一个祈祷，讲嘛讲伊安尼对着即款的代志，伊会当反悔，会当悔改，以后毋通再安尼所以我要举这个例，互大家知影来讲咱要下面对着咱的人，实在是真困难咱人拢有咱的血气嘛。我背这条经文背到遐尼熟，拄着迄个代志，迄个时阵，我嘛是无安尼做。所以要做这款的代志，实在是真困难。那安尼要安怎？我需要大家第2个建议。就是咱爱求圣神，想事，互咱真正会当了解的心啦，克服咱人类的软弱，人性的软弱。有时咱知影要听咱亲近咱的人较简单，要听咱无明白的人，嘛无讲足困难。
但是要疼对着咱的人吼，这实在是足困难的。只有求上帝帮助咱，求圣神来帮助咱，因为圣神是，恩主是圣神所给的规矩的一个性质。咱若看加勒泰第5章，也所记载讲，圣神所给的规矩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柔、良善、信实、温柔、准则，这款的代志无如法禁止。所以，既然是圣神所给的规矩的一个性质，咱得爱求上帝互咱。圣神，互点伫内住伫咱心中的圣神，会当支持咱有即款的，会当结即款的果实，来改变咱的个性、咱的血气，互咱会当去宽赦别人。这确实是一个真困难的功课。我甲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咱看这张相片，这张相片是1973年美国的普利兹奖的这个年度上届好的相片的得奖的这张相片。这张相片是一个记者伫这个越南战争的中间所翕的。咱看到其中有一个查某囡仔脱目册，咧逃命。伊为什么脱目册？就是因为美军去轰炸因所住的庄舍。用迄个一种爆炸的汽油弹轰炸，所以伊身躯的衫去火烧着，烧到伊无法度，拢将衫脱起来，拢脱目册，紧走出来，走，较拄着这美军，这个军人较带送去病院，伊身躯已经大面积的烧伤。经过几落摆的手术，命较救回来。了后，伊就向送去古巴，去一段时间读册。到尾认捌一个宣教师，认捌一个外交官，伊就移民到加拿大去。到加拿大了后，伊信主，成做一个基督徒。伊讲。伊咧提起着信仰对伊的帮助，因为伊心受着，伊肉体受着真大的伤害，心也真困难去下面有做这个代志的人。但是伊讲伊的信仰，互伊真大的帮助。伊讲耶稣用神圣的疼接纳伊，下面伊全部的罪，所以伊感觉。也当透过耶稣基督甲上帝重新和好，也学习去下面对着伊的人。伫1996年11月，伫一个退伍军人节，伫美国的一个节日，伊受邀请伫华盛顿特区，伫遐伫一个美国的越战纪念碑头前，伊对当时阵有几啊千名参与迄场战争的人。发表演说，伊讲：“我就是迄个相片中间，受到汽油弹伫大火中间逃命的查某囡仔。”伊讲：“我无想要讨论战争，因为我无法度改变历史。我只希望大家当记得战争的残酷，尽力来维持和平。”伊讲：“我长期伫肉体甲精神上受真大的苦痛，有时阵甚至感觉活袂落去。但是上帝解救我，伊互我信心甲盼望。伊讲：如果咱中间若有迄个对我的庄舍等迄个炸弹的迄个飞行员伫咱中间。我愿意面对面甲伊讲话。咱两个人拢无法度改变历史。你到了炸弹迄个时刻，
已经决定我的命运，但是咱拢会当为未来做一寡代志，来促进将来和平。因为我身躯这个受伤，互我心灵也受真大的伤害。但是因为下面，我肉体的伤痕有完伫的，但是我的心灵已经受医治，已经得到头棒。我无想到我这款人有缘会当结婚生囝，这是伊后来另外身躯的伤痕有缘伫的，这是一个点样记者来翕的。但是伊手抱一个新的生命，是伊甲因先生所生的可爱的囝。伊对伊的囡仔顶面看见着伊未来的愿望。亲爱兄弟姊妹，战争互伊身体受伤，心灵受伤，肉体的伤可能无法度完全复原，但是心灵的伤，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伊得到完全的头棒。所以下面唔简单会当原谅伤害咱的人，也会当互咱心中的困毒得到完全的头棒，完全的医治。这就是下面所为咱带来上介好的恩典。最后，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是咱咧实践文字的听的时阵，嘛爱求上帝，互咱有智慧。好，因为若无真实的悔改，就无真实的下面。所以，咱除了咱本身悔改以外，对方也爱悔改，而且咱也爱有智慧来分辨，而且有智慧来促进迄个真实的和平。咱知影伫过去人类的历史中间，有真侪暴君施行暴政，互真侪人受到伤害。譬如讲，伫德国有希特勒施行暴政，杀真侪人；伫南非嘛有过去有实行种族种族的隔离制度，造成国家真大的伤害。伫台湾嘛有，过去咱有发生真侪这白色恐怖的代志。所以最近，时代改变了，就有人会提起爱有转型正义的这代志的追求。其中有两个较特别的例，就是德国的例甲南非的例，因两个是完全无共款的方式。今仔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南非的例，南非捌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国家，用国家的政策、用国家的法律来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家，就是讲，伊用国家的法律去定白人甲黑人有阶级的差别。白人政府对黑人的歧视、甲排斥、甲剥削，甚至伫20世纪的后半段，抑阁非常严重，一直到因为一个黑人的总统被选出来，曼德拉伊上台了，伊就成立南非真相甲调查委员会，任务就是要去调查过去伫迄个无正义、无公义的年代侵犯人权的事件。但是伊咧讨论的过程中间，伊讲咱要哪互迄个真相出现？因为因知影有真侪人过去犯错去迫害别人，但是伊可能心中毋敢讲。即摆咱若要叫伊讲出真相，伊会惊去用刑法嘛？像德国，伊就是讲出形象来审判刑法。但是伊知影讲有真侪人惊遐去用处罚，所以毋敢讲真相。所以伊认为讲，只有透过赦免、特赦、不清算、不报复，
用安尼做交换条件，互即个犯罪者愿意将过去的真相讲出来。所以当然有人伊感觉讲安尼，这人伊过去迫害别人，讲真相了，咱无来处罚，就是无公义啊！但是咱其实是爱真实的真相，爱真实的和解，爱这人真实的反悔。因他愿意将真相讲出来，其实表明伊已经愿意悔改。所以用特赦换真相，用真相换和解，这句话真做南非转实行正义的主要精神，嘛说服当时阵大多数南非的百姓。就安尼，因的国家真侪人愿意讲出过去因所做的歹所行，求大家赦免因。虽然无受刑罚，但是迄个和解已经带来医治的力量。总讲一句，其实咱今日咧讲即个文字的听，即个功课，确实是无简单。特别伫即个受难周的中间，牧师爱大家好好来思考，咱是何等大的恩典，才当伫咱每一个人拢是罪人的情形下面，耶稣基督来替咱死。如果耶稣基督会当用这种丰盛的文字对待咱，安尼别人欠咱的，其实甲咱欠上帝是差太济。咱应该爱学习用这款的文字去对歹款待咱的人。一方面咱原谅伊，一方面咱也得到赦免，得到逃亡。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恳求你甲阮三甲之地，享受丰盛温柔的听，伫阮的中间。阮知你赦免阮所有罪人的罪，求主也帮助阮会当了解对着阮的人，互阮心中得到逃亡。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三甲来吟诗圣诗第181首，圣诗第181首，俄勒主耶和华吟全首，请起立做伙来吟。
请坐。即马请备办心来做奉献。请起立来做奉献的感谢祈祷。请阮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你找你的独生圣囝来到世间，传扬你的救恩，搁成做阮至好的朋友，互阮万事拢有依靠，搁赏赐阮万项有。即时，阮献本身做偌济用。搁献金钱做圣工的路用，求你感纳。安尼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免。请坐。
请做伙来关心教会的重要事工，咱来掀开周报的第4页。本周白白事工，第一，本周日是中秋主日，纪念耶稣谦顺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为着听咱、救赎咱，行向各各他受苦的路。第二，本周是受难周，呼吁兄弟应该尽量避免宴乐甲旅游，透过读经、祈祷、甲主同行，搁一摆来深思体会主耶稣基督为咱的罪，被钉死伫十字架顶的疼甲救赎。第二，纪念耶稣最后晚餐礼拜，时间是3月28，本就是暗时7点半，伫10楼礼拜堂。敬请兄弟备办心来参加甲主同坐道。这次的礼拜是要白白为罕见疾病基金会来做奉献。第三，国外节赞美礼拜时间是3月31日，下下主日上午10点半，地点伫10楼礼拜堂。敬请向兄弟同心参加。欢庆主国话。第4点，听厝边清扫街路甲国话节诗歌的活动。耶稣基督国话为咱带来生命的力量甲盼望。诚心邀请你用实际的行动为社区带来祝福，也将耶稣国话的好消息诚心分享予咱的厝边。时间是3月31号，下主日。第3场礼拜后，伫9楼联谊厅用餐了集合出发，地点是要去中山区的永盛公园、新兴公园、永靖公园相连捷运站入口的广场。报名截止的日期是今仔日，请打合前林牧区林干事分机是2200，也是扫周报内底的 QR code 线上报名。第5，集体关怀。本会会友陈秀美姊妹的父亲陈国华先生伫3月7日安息，定伫3月27，本周3上午8点40伫嘉义市立殡仪馆临时大病区3号举行公电追思，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6，白白事工，清明节期，互咱用感恩的心来追思，怀念咱已故的亲人，伫生活中活出先人美好的信仰生命。第一，今年团部委员会要制作追思的影片，甲兄弟一同来追思故人，怀念亲恩。若有想要伫追思安息亲人的兄弟，以目前伫双连教会稳定集会的兄弟优先，请提供个人的姓名甲相片、出生甲安息的日期，来方便同工收集整理制作影片。追思影片要伫4月7日的礼拜日中午的礼拜中来报送。收件的方式，第一就是纸本的相片甲资料，请用信封袋装好。要投伫9楼办公室柜台追思影片资料的收集箱内底，请同时提供出件人资料，而且伫4月7日以后到9楼的办公室领回。第二，电子相片甲资料
请将共款的信息传到双连教会内乌的官方的账号，当天确认了会阁回复信息。收件截止的日期是3月31日，后礼拜日中午12点。安许亲人无限会友，还是毋是会友，还是未信者，期待透过即个追思的影片，互在世的家属来纪念过身的亲人，请兄弟做伙来体会上帝的疼甲教会的关怀。2项10楼的走廊的桌仔顶，咱有放清明节追思感恩礼拜的顺序单，一个家庭1份。若有需要的，请家己 copy 哦。这是要提供互兄弟伫扫墓的时来进行家庭追思的参考，也会当扫周报内底 QR code 哦来连接以上最后搁一项。拄着神的宴会，时间是4月12到13，就是拜五到拜六。这个对拜五的暗时7点到9点，拜六是下早时9点到下晡4点。讲师是刘丰贵传道师甲本教会牧师团，教室伫7楼礼拜堂。伊的内容是透过生命的探讨甲摒扫，打破过去的限制，互圣灵来医治恢复过去的伤害，选择留下，拒绝做假的上帝，转向真正的上帝。因为天父上帝的疼，帮咱恢复咱做上帝囝儿的身份，伊的对象就是渴慕上帝，愿意生命被翻转的已经受洗，甲4月28要受洗的兄弟姊妹，伊的名额含60名，报名费是200块，含研习的教材加拜六的中昼顿。今仔日起接受报名到4月初10。名额满为止但是完成缴费的才算完全的报名有一个教社委员会的消息。教社委员会2024年急难救助训练第2次。咱有委请壮阔台湾联盟办理的禁戒训练，伊的课程的名称叫做后盾计划，创伤机会进阶课程，时间是4月14日礼拜日。中昼12点50到下晡3点50，地点是伫教会109 3楼，名额是50人。报名到4月初1截止。那希望知影详细内容，请看周报第8、第9页以上报告。咱即马请牧师甲咱做。欢迎来宾加牧养的代祷。姊妹大家平安。毋知咱中间有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的兄弟，牧师来介绍。若无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
保守看顾阮，也互阮伫礼拜中间领受你的话，求主亲自赐福。阮中间假使若有忧伤丧志的，求主亲自安慰；有身体病痛的，求主亲自医治。阮若有丧失亲人朋友的，求主你亲自赏赐阮愿望，互阮看见着你赏赐阮永远我的愿望。过来就是受难周，恳求主你互阮伫即个礼拜中间，会当彻底反省阮甲你中间的关系。透过教会所举办的逐项活动，真实反悔伫你的面前，才做新创造的人。也恳求主你继续带领保守看顾阮，互阮所做所行合你的心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祝福诗，圣诗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吟全首，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共受切恳。